摩西就叫以色列人丢落来，甲因讲：恁逐人着照家口取油仔，裁伊做跋粿做。恁着摕一尾的牛细草，阮分来的花，因分来的花瓣文牌，甲上边的物件。恁无论甚物人毋通对个厝出门，伫甲明仔早起，因为耶和华要变起拍死埃及人。伊看起灰地文牌，甲上边的物件。耶和华就要跋粿迄个毋准袂死命的一恁的厝来拍死你。这个事恁着小意，做恁甲恁的子孙永远会咧后来。恁到耶和华照伊所应允手术恁落地，就着守这个礼。恁的囝儿若问恁为啥事行这个礼，恁就着讲，这是耶和华跋粿做的节，当是人伫埃及的时，伊拍死埃及人跋粿一双的厝，救咱大家。对安尼拜死额头敬拜，以色列人就去安尼行，耶和华所吩咐摩西、阿伦的因照安尼行。这但必恁无事讲道题目是上帝的救恩。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所以咱的儿童有参与伫咱的礼拜。所以我的讲道大部分我会用华语来进行，望咱这囡仔嘛会当听捌上帝的话。我们会设这样的一个主日，就是教会教育奉献主日，是唤醒信徒对宗教教育的重视。当然，宗教教育是指全龄的教育，就是从小孩到成人都应该接受信仰的教育。但是今天我们会在这个主日比较强调孩子的信仰教育。是因为我们大人自己会安排我们的信仰造就，例如我们会参加查经班，或是神学院的课程，或是透过网络来找自己有兴趣的课程参加。但是孩子就不是如此，孩子需要我们提供他们有学习的环境，有一个完备的课程，来帮助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耶稣。所以，咱用安尼一个主日，望咱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关心。但是宗教教育敢靠教会就会当完成嘞？我在私底下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会听到大家很感慨的说：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没有年轻人呢？但是实际上我们有年轻人，他们在第二场礼拜。为什么我们家的孩子长大以后就不来教会的呢？其实这不只是在台湾，全世界都有非常严重的性二代出走的问题。真侪人会将安尼原因来归咎给教会，认为讲教会无一个真完备的课程会当来留这囡仔、留这青少年。但是，搁较侪的研究指出，这不只是教会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因素在于家庭，因为许多基督徒的家庭已经是名存实亡。这什么意思嘞？就是咱这中产阶级的父母，我们这些父母亲，我们紧张看重孩子的学业多过于信仰，以致造成孩子他们没有来教会，在信仰上缺少第一手的信仰体验。而这个研究也指出，在孩子跟青少年的信仰塑造方面，父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父母的角色重要过学校、教会或是各样的专家。所以基督徒父母亲不能只把属灵培养的责任通通交给教会、青少年辅导或是主日学的老师。美国有一本书，有一个学者，他用35年的时间，针对南加州300个家庭做了一个调查，然后写了一本书。在里面，他比较美国的宗派以及他们下一代的信仰的传承。他发现犹太教和摩门教比其他的教派做得还要好，而福音派的表现虽然胜过天主教或主流教会，但是也没有办法和犹太教和摩门教来相比。咱也知影摩门教是异端的，但是为什么因的囡仔伫大汉了后，要继续会当做一个摩门教的教徒呢？在这本书里面指出，摩门教、犹太教他们会家庭信仰会成功，
不在于他们的教会提供许多很精彩的儿童或青少年的活动，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家庭的牧养，就是因为北部啦，他们的父母亲承担信仰的责任。我们都知道犹太人非常注重家庭，知道父母亲的属灵责任，所以他们会守节期，带孩子一起读妥拉，一起祷告。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台北街头有许多摩门教的教徒，两个人一起骑着脚踏车，年轻的外国人。为什么他们年轻就会来到台湾，去到外国宣教呢？因为他们的教义有规定一个传教义，他们必须去国外宣教2年半，他们回到国内，他们才能够升级。所以他们不是等退休才来国外宣教，他们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先去国外传教，回来读大学。而且他们宣教的费用不是教会来支持，而是他们的父母亲从孩子出生之后，每个月就为了孩子出国宣教的费用，在那边就是节省他们的金钱，在那边呢储蓄，甚至呢他们每个月会把收入的1/4来储蓄，成为孩子将来宣教的费用。我搁一再强调，摩门教是异端，因的教义咱袂当去插，但是因为着囡仔信仰的投资，确实值得咱去学习的。可能咱中间的爸母会想讲，哎呀，我若无投资囡仔伫学业顶面，互因搁较真正的，因以后是要安怎甲人比咧？当然，咱会为着囡仔的前途来设想、来烦恼，但是我们有为着孩子的灵魂来烦恼吗？因为信仰不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也不是死后会上天堂的问题而已。信仰有更大的价值。我曾经讲过2个同时代的一个家族的故事，一个是信基督教的爱德华兹的家族，一个是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的家族。这个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他曾经告诉爱德华兹说：“你信的那个耶稣，我永远不会信。”200年以后，有人统计这2个家族因的发展。爱德华家族的人口总共1394人，其中有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师、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无神论的马克尤克斯的家族咧，903名，其中310位流氓、130位坐牢13年以上的。7位杀人犯、100位酒徒、60位小偷、190位妓女、20名商人，其中这20名商人有10个是在监狱里面学会经商，竟然是遐尼大的差别。咱看见非常明显，爱德华兹家族因对上帝敬虔，互因伫教育、待人接物、工作、生活各方面都表现出爱人、爱上帝。但是马克尤克斯的家族呢，我们看见的是他们不把上帝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如果只注重孩子的学业，给他们很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不去注重他们的信仰，他们也有可能不把上帝放在眼里，他们也很容易被世界的价值观给捉去。到时候除非他们生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否则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回来上帝的面前。但是我们愿意我们的孩子发生重大的事件，才能把他们带回上帝的面前吗？我想咱无一个爸母望咱的囡仔会发生安尼的代志。所以望咱今仔日透过安尼的主日，咱用犹太人对上帝、对节期的重视，咱搁一届恢复咱家庭对上帝的敬虔，互咱会世世代代会当见着上帝，会当得到上帝的祝福。今仔日这段经文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的会议，因为内面有2个重要的节期，就是搬过节甲无假节。特别是搬过节，搬过节就是逾越节。因为若无这个逾越节，无这个搬过节，以色列人要游玩伫埃及人的手下受苦刑。我们上次的讲道有提到，
法老呢，他的心非常的坚硬。上帝持续降下9个灾害，而这9个灾害让埃及人民不聊生。但是法老他还是不愿意让以色列人离开。最后，上帝只好用杀长子这个灾害来做最后的警告。杀长子非常的残忍。我们如果去看网络上的讨论，世界上很多不信上帝的人，他们会用这个来讲上帝是很残忍的。上帝怎么可以因为法老一个人心坚硬而杀死其他无辜的人呢？我想我们如果用人的想法想要去理解上帝的作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上帝是历史的主，他在历史里面所有的作为都有他自己的主权，而不是按照我们人类的想法。而且我们单从历史的记载，我们没有足够的资讯来帮助我们做出一个很公平的判决。所以在面对圣经一些很争议，我们觉得很争议，别人觉得很争议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和不相信的人在争辩。我们将历史的主权交还给上帝，我们也相信上帝不会流无辜人的血。此外，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罪不是从上帝来的，罪是从魔鬼来的。当人选择反抗上帝、背逆上帝、离开上帝，罪就发动了，罪就产生极大的破坏，而且会从一个人的私心开始，导致整个国家受到极大的影响。这咱大人，咱伫咱的历史、咱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咱拢看到安尼一个代志。所以咱会当想想，为什么上帝遐尔严格规定以色列人爱守伊的律法？虽然现代人很不喜欢遵守律法，我们觉得律法就是把我绑着，没给我自由。更何况律法不能够预防别人犯罪，那我为什么要守律法呢？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的法有2种功能。第一种就是保护这以色列人，无论伫列国的统治下面，也是伫旷野迄种真艰难的所在，拢会当得到这个保护。第二是训练什么？训练他们对上帝的顺服。咱来看今仔日12章的经文，12章前半段1到10，就是前半段是提到上帝对摩西说：“我要带领你们离开埃及了。但是离开埃及之前，你们要准备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对正月初10开始。正月初10，甲咱的过年无同款。犹太人的正月差不多是3月、4月春天的时。对正月初10开始，每一家伙爱准备，按照恁的人数准备1只1岁的羊仔囝。恁厝的人若较少，恁会当甲隔壁的厝边做伙公家。到伫正月14的下昏，爱将这只羊仔囝杀死，用牛切草将羊仔血抹伫门槛，抹伫门埋，然后羊仔囝规只烘好熟，配无甲饼，配苦菜，紧紧食了，穿上衣服，穿上鞋子，拿好你们的杖，你们要准备要启程了。上帝嘛要开始执行第10个灾啊。第2项事是啥？就是对安尼接续落来7天是度假节，就是无酵节。接下来7天是无酵节，你们在这7天之内不能够吃到任何关于酵的东西。而且有关系几项食的物件，咱爱需要做一个解说。有诶，甲咱嘛有真大诶关系，毋那是以色列人因诶传统那尔。第一是迄只1岁无病的羊仔囝，这只羊不能够切断，不能够把它的骨头给切断，
必须整只用烤的来吃。各位，是因为烤全羊比较好吃吗？不是。过去他们400年定居在埃及，他们煮食物的方法可能是用锅子，跟埃及人一样，用锅子把大的食物肉切断切碎，放在锅子里面慢慢的烹煮。但是他们现在要启程了，要开始走旷野的路了，没有时间再将食物给切断，放在锅子里慢慢的煮，所以必须回复他们的祖先过游牧民族的方式。而游牧民族怎么处理他们的肉类，就是用烤的。另外，这只羊非常重要的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关系。这只羊是用来预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是纯全的，就像这一只羊羔一样。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他流血也成为我们的救赎。这就好像在出埃及前，上帝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家门口抹有羊血的时候，就会越过去，越过以色列人的家，不去杀以色列人家的长子。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的罪也不会被上帝给追究，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另外，这只羊不能够被切断，要整只好好的，也是在预言耶稣他受害的时候，他全身没有一个骨头是被罗马兵丁给打断的。吃的东西第二项是无酵饼，加酵下去做的产品，它会膨胀会发，就像我们每天吃的面包一样，会发起来。但是现在上帝说，你们不能吃这个酵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再等它发了，我们要离开埃及了。而发酵过的食品比较松软，虽然好吃，可是在路上的时候，他们会很容易饿，所以也不适合赶路的路上来食用。但是在信仰上，酵有一个信仰上的意义，就是败坏的意思。所以除酵的意思就是，当你们离开埃及，就要除去罪恶，成为上帝圣洁的百姓。第三项，他们要吃的东西是苦菜，苦菜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埃及受苦的日子。兄弟姐妹，咱有兴趣，咱会当伫差不多犹太人搬过节时，咱嘛会当去找一寡所在来体验犹太人搬过节因所食的这食物。有一寡所在因有咧传这食物。但是这段经文，请咱特别注意的是啥？备办这物件、食这物件，唔是伫门骹口食，唔是伫因的庭院底下食物件，是爱伫门骹口我有羊仔火的家庭的内面食。在这边我们可以看见，逾越节是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成为他们的保护。犹太人非常注重家庭。特别在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从礼拜5的傍晚到礼拜6的傍晚。他们在安息日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但是不是看电视，不是打电动，不是去运动，他们会用这段时间教导孩子妥拉。妥拉就是犹太人的经典。所以从我们看见以色列国灭国，到他们在这个世纪又复国这段期间，犹太人信仰能够维持，家庭宗教的信仰保持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反观基督教信仰呢，刚好是颠倒。咱一礼拜靠1点钟的主日学教育，也是主日礼拜，然后咱其他167个小时，我们按照世界的方式过生活。当然，咱的思想、咱行为模式，就按照世界方式在行。咱期待咱的信仰是新雅、是基础、是超自然。最好上帝一下子就让我完全改变，最好上帝让我赶快得到祝福，让我得到福气。但是，一讲到遵守主的诫命嘞，开始许多借口出现了。但是，透过今天逾越节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信仰是最平实的，是上实在，就是你伫普通生活中间的一个表现。
不是你伫教会表现有偌好，是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表现是不是顺服神？是不是听从主的命令？这胜过我们在教会有好的表现，大家给我们的掌声。咱看到上帝吩咐这以色列人遵守搬过节的诫命，所有的细节巨细靡遗，每一个工序按照上帝的意思，无有人的意思，人只有顺服听叹。这互咱一个学习。对于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放下自己，去顺服，而不是在想说我有多聪明，我有多厉害。所以教会有安尼的责任，忠实将上帝的话传达解说，互信徒了解。但是咱的信徒嘛有责任，将上帝的话带转去咱的家庭，无论咱家己遵守，也是去教育咱的后一代，互教会这个信仰的大家庭，也是咱每一个人的家庭，会当成做咱信仰的保护。咱袂当伫物质生活方面处处保护咱的后一代，但是伫信仰上，较随在因后白行。第二，咱看见这段经文，上帝毋但是叫因伫搬过节遵守这个诫命，日后当他们到了上帝所应许的迦南地，当他们要过逾越节的时候，当他们的孩子问他们说这些礼仪是什么意思啊？恁爱甲解说，解说啥？这是耶和华搬过节。当以色列人伫埃及的时，伊拍死埃及人，搬过以色列人的厝，救咱大家。我们要做解释。所以这段清楚的教示就是讲，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要靠传承。而且这个传承不是让他看你做什么就跟着你做什么，而是要用述说的，是要有解释的，是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咱弟姊妹其实毋但是基督教信仰，咱看真侪人遮青少年，因对因的厝里咧拜拜时，你甲问讲恁咧拜啥？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到底是咧拜啥，伊到底是咧信啥。因为自细汉，伊是对伊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伫拜，但是无人甲伊解说。咱嘛是同款。有一个农夫去找学校的老师，跟老师说：“老师，我要教育我的孩子，免得呢他成为一个愚笨的人。”老师说：“你说的很对，但是每个月要交10块钱的学费。”这个农夫听了就很舍不得，10块呢，这笔钱很大呢，我可以买一只驴子哎。老师说没有错，但是如果你买了驴子，却不去教育你的孩子，这样你家里面就会有2头驴子。那你今晚真正是安尼？我们舍不得花时间、心力去教育孩子的信仰，让他们成为无知的驴子。咱都想讲，哎呀，无要紧，因看久嘛会晓啦。看久就会了啦，跟着我们来就会了啦，看久了就知道了啦。但是信用敢是真正看久就会晓？唔是，是咱来透过教育，咱来透过解说。就像摩西，他吩咐这些以色列人啊，当恁到伫迦南地了后，当恁的囡仔问恁搬过节，第一个搬过节，为什么有搬过节时？你那讲互详细，互伊了解，而不是全家在那边坐着吃烤肉、无酵饼就好了。所以，请咱想看卖，如果你感觉这个信仰是值得你的家族继续跟对，你是不是愿意用一寡方法来传承、来教育的？但是咱也知影，教育唔是用讲的那尔。不是把囡仔叫来讲，来你来听讲，阿嬷、爸爸妈妈来上课。这样的教育很少会有成功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是让我们的孩子的宗教信仰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来看见我们到底在信什么。咱对上帝是不是敬虔？其实透过咱的生活拢看会出来。因为我头拄有讲过，伫生活内面就是上真实的。
透过咱的生活，完全咱看出咱的信用到底是信啥。有当时啊，咱做长辈，一讲到咱嘴里讲咱疼上帝，但是伫真实的生活方面呢，咱的囡仔看见是咱不断地埋怨、讲东讲西、爱生气，伊敢会当伫你的心中看见上帝呢？无啊！当然，你讲的话，伊就自动甲你打折啊。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的生命来教导、来传承。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都不认同，我们都不用心的话，我们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看重信仰？各位小朋友，有一天你们也会成为父母亲，请你们记得今天的话。如果我们跟别人一样，不断在追求世界上的财富、名声、物质，孩子是看着父母亲的背影长大的。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失去了对上帝那种很单纯信靠的信仰。所以，首先我们自己必须要跟耶稣有连结，我们才会有好的身教，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第二项，咱会当起做家庭的祭坛，也是咱以前所讲的家庭的礼拜。这个家庭祭坛是全家人在一起分享信仰的属灵时间。父母亲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时间，唱诗歌、读圣经，互相关怀、祷告，让孩子在安全、亲密的价值观里面长大，帮助他们能够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同时跟父母亲有健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但是会记得，这段时间不是用来骂人、算小、开杠，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段时间。19世纪一个真有名的报道家，嘛是非常注重主日学的斯布真牧师。斯布真牧师时代的主日学，你们知道有多少人吗？8000人，8000个孩子在主日学里面受教育。他非常注重主日学的教育。又讲安尼一段话，伊讲真正的敬虔是伫处理过圣洁的生活。真正的复兴是伫处理有基督的祭坛，有基督的家庭袂摇动。一个家庭真正喜乐是对圣洁来的，保护家庭的围墙是基督，甚至国家的保护也毋是将国旗用铁钉仔钉伫壁里，是用基督。当咱将咱家庭起做是一个信用的中心，咱就毋惊任何的引诱也是风暴。另外，家庭跟家庭之间也能够成为教育下一代很好的连结。有当时咱毋知要安怎甲咱的囡仔讲话，但是咱会当透过其他讲信用的兄弟，互因来讲。美国的富勒神学家有一个学者，伊伫一个甩不掉的信仰这本册内面有讲，伫现代儿童甲青少年因信仰的塑造，除了父母以外，阁需要有5位成年或者信徒做伙来关心。这5个成年的信徒会当是牧师、辅导，也是信仰真诚实的兄弟，透过跨代的连结，因带囡仔伫疼、伫真理内面来长大。当咱的囡仔到伫青少年时期开始有反抗期的时，这个人嘛会当真做咱的支持，会当对囡仔表达支持甲关心。所以兄弟姊妹，咱的家庭是操练敬虔上好的所在。所以，望讲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搁一摆提醒家己，爱将信仰教育的主导权摕回来，毋是等互老师、电视。因为上帝原本是将这个责任交予做父母的，就亲像《申命记》第6章4到9节内面有讲：以色列人，你着听，耶和华咱的上帝是独一的耶和华，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仔日所命令你这个话，着记伫你的心，也着用这群群教示你的囝儿。无论你坐伫厝内，行伫路里，困也是起来，也着讲论，也着绑伫你的手做记号，带伫你2蕊目睭的中央做纪念，搁着写伫你的厝的门徛以及你的手。
家庭是培养信仰上好、上重要一个场所。咱毋是来埋怨讲，为什物咱的囡仔无要得到救恩呢？咱爱想的是，咱是毋是有提供互伊有认捌救恩的机会？咱是毋是定定为着伊的得救来祈祷呢？希望咱所有兄弟会当甲教会做伙同心来合作，做伙来培养咱信仰的，咱后一代的信仰，咱做伙来祈祷。